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这3字，平常时常常咧讲，台语安尼写：饭、汤、汤。先来讲饭，仰仗凭借台语讲饭。饭你的福气，今仔日大家才会当食一顿青草。啊，以饭因老爸权势，乌白甲人糟蹋，这就是正讲的教饭人势。以早哦，大官拢坐马车，讲小卒啊，就算去踏着中官的马车的马仔驶，嘛是感觉真摇摆、真笑着。这就是俗语所讲的“脚踏马驶饭官势”。继续来讲这字“汤”，用水涮一下、洗一下，台语讲“汤”。保温杯要底烧茶进前，先一寡烧水烫烫咧，保温的效果会加真好。真侪人的惯势，杯仔要用进前，会先添一寡茶烫一下。啊，搁来讲汤，把饭菜加热，台语讲汤。到食暗的时间咯，我来甲中昼的凊菜烫烫咧。啊，你去甲冰箱的菜摕出来烫好烧，通啊食饭。啊，一句话烫了烫，讲了讲，一直烫一直讲，互人真烦，嘛是这字烫。今仔日的台语字饭、汤、汤，实在真趣味。